二型的人讨人喜爱，而且富有爱心，他们似乎拥有一种天生的直觉，可以感受得到周围人的需要和喜好，并且愿意去满足他们的需求。他们是最注重感情的类型，无论付出什么，为的都是得到他人的喜爱、关注，甚至依赖。愿意为爱奉献，当然值得赞美，但是当这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得到爱，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美好和无私了。甜蜜蜜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。哎，对不起，请让让。谢谢。你干嘛？你怎么回事？这是公司工作的地方，你公然你们两个干嘛呢？你管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我可以不管你，但是你要知道这里是公司工作的地方，你不可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，我又没跟你。你跟我就不这么说你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悠悠，其实我一直喜欢你。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呢？真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向你表达。哎，真的，我也知道，我不配交女朋友，我没有那个权利，没有那个条件。你知道，就像我这种月光族，我哪有这个权利，哪有这个条件，对吧？我曾经我多想，就是我们能组建一个家庭，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孩子，孩子名我都起好了，叫熊赳赳，你听，熊赳赳。真的就是因为没有钱，我有钱我一定追你，真的。所以悠悠，方面借我点钱。你饶了我吧。哎呀，穷的就剩真诚了，就剩真诚了。哎呀，请进。叶子。哦，周易，怎么了？你要是现在忙的话，那我待会儿再过来。啊，没事儿，你说吧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明天，有时间，怎么了？明天是我生日。明天是你生日啊？对，我想请你们吃个饭，你们能来吗？我们？哦，你是说让我把琪琪一起带上是吗？如果你们能来，那晚上我告诉你地址在哪。那你干嘛不自己约他，非要我拉上他？琪琪是你的朋友，我……好吧，那我问问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周易，你们，我听说的啊，你们项目都停了是吗？是。是为了全力拉拢万华吗？没错。那你上次跟我说过的那个项目呢？也停了。也停了。对。那你还好吗？其实我算了，做好再说吧。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我用了这个手法，但觉得效果不是很理想。我觉得你倒可以试一试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晚上有时间吗？有啊有啊。出来见个面如何？好啊好啊好啊。那么就在那家咖啡馆。晚上见。好好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又是你的心上人啊！
你会不会这样？就是你明明很喜欢一个人，但是你又怕跟他见面，或者见到面感觉就不对了。我明白，抓不到的、意识的才更让人珍惜。你不是答应了约会，现在想反悔吧？不是，我见到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我姐说过，艺术型的人吧，他就是喜欢追求得不到的东西。思恋不存在的恋人。我现在特别能投入当下，虽然我们只见了2次面。那你现在岂不是很幸福？哦，对了，你姐不是学心理学的吗？改天她来的时候，你叫上我，我想咨询一些关于自闭症儿童的问题。没问题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话侧影要多打一点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如此一蹶不振。啊，别提了，明天就交稿，我憋了1天，我才憋出6个字来。你最近好像大脑是有些不正常，吃点钙镁片吧，能稳定情绪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维生素 B。哎呀，不是，都怪那个木头周易。我今天想了一整天，我总是有种愧疚感。愧疚感这种社会性情绪，你居然也会有？我以为你没进化出来呢。不过不能排除你以前是有的，但是久不用则废。后来啊，就消失了。没事，我明天找他说清楚。好样的。哦，对了，周易明天过生日啊，他让我也喊你去。自己怎么不打电话跟我说呢？他是不是特别扭捏、特别尴尬？虽然理智上告诉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是感情上他又接受不了自己的余生就这样不清不白地贡献出去了。因为他害怕面对现实，所以他选择避免与我的正面接触。叶子，你觉得我分析的这段是不是特别客观、特别到位、特别准确地揭示了他真伪君子的实质？你别得意了，说不定他就是单纯的异性社交恐惧。哦，不对，是与他有染的异性社交恐惧。谁跟那个木头有染？是他自己瞎正经。叶子，你说在他这种人眼里，别说欺骗别人的感情了，是不是哪怕我撒一个小谎，都会在他心中把我的位置抹杀掉？对呀，之前我也在纳闷，周易是怎么勇敢地迈出这一步，试着跟你交往的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他一定是在心里早就把你杀死1000次10000次了。现在你在他心目中就是一缕青烟，一团肉泥。你想，一团肉泥有什么好怕的？一定是这样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了。看着没，叶子，这就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荼毒。叶子，你放心吧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让他慢慢地露出狐狸尾巴的。你这是要一直虐他，直到他受不了，自食其言呗。哎，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后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不愿意困于痛苦的畸形就是这样，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，即使意识到了，他们也会很快把注意力移到趣味和快乐上。